嘅標誌兩支都可以話非常之忠心嘅同埋，亦都可以忠心嘅賽區，亦都可以話真係贏咗場好久違嘅頭馬。係啊，咁啊，始終佢個跑法啊、際遇啊，有時唔係咁好啦。咁啊，今次紀仁朗第一次跑佢啦，我都叫佢盡量都放鬆隻馬啦，留喺後邊。咁點不知中間嗰度人哋收埋，佢都自不然湧咗上嗰個位啦。咁可能紀仁朗個韁繩會幫到佢啦，氹到隻馬冇咁搶口啦，因為之前個運好搶口。咁啊，last 種贏得幾漂亮。呢匹馬就好多位嘅資深大師傅其實都騎過，奧文莫雷拉啊、潘隊佢哋都騎過，係咪都係一匹可以話好考驗騎師功夫喺臨場嘅賽區咧？際遇啦，際遇對於佢嚟講好緊要嘅，我覺得因為有陣時好似贏咗，點知影衰又輸咗咁啊！希望佢今次出咗頭成熟啲，北控頭馬，希望佢第一年再成熟啲。過往呢匹馬其實喺三班都有嘅表現嘅，似乎上班對佢嚟講都應該係仲有個實力喺度。我絕對相信佢一定仲有個實力喺三班度啦。咁不過一直喺四班咁跑到減咗幾分，咁而家贏翻上去，孭翻個輕磅好跑。再試過去集別嘅聽嘅話。